大家好，我是阿勇，大家好，我是爆米香的阿华。欢迎收看英台 Express。 Your one-stop shop for English and Taiwanese language exchange. 逐礼拜我会经一条英语的新闻，互阿华翻译。And I'll pick a Taiwanese news article for Ayong to translate into English. 这礼拜咱有一条伫地球的，佮有一条外太空的。咱对较近的先来啦吼，地球的先来，这是我出题。好来，垦丁埔顶有人咧记录生态。A nature photographer in Boding Township of Kunting National Park 抢拄抢翕到鼻仔内两尾蓝蛇公冲出水面。happened to catch 2 male Oriental rat snakes. I had to look that one up. Erupting out of an irrigation pond. 滚轮转滚，规个电做伙咧相拍。Writhing and flailing and twisted together in fierce combat. 战甲天地昏暗，日月无光，战甲要起狂，亲像东海咧滚高粱。这句伤长啊，干嘛？安尼咱一句一句来吼。战甲天地昏暗， Fighting as if the heavens and earth were covered in darkness, 日月无光， and the sun and moon stopped shining. 战甲要起狂， In a fit of frenzy, 亲像东海咧滚高粱。 and the sea is sloshing around with dragons. 原来是生团的季节到啊，因拍甲遮尔青狂。During the breeding season, the snakes are easily riled up. 拢是烧正要含男蛇某拍种。And they're fighting to mate with the female rat snake. 我感觉这个记者的台语就活跳的吼。足活跳的啊！就是你听到天地昏暗，日月无光，哪像东海咧滚高粱。听到这你就是毋是听到吴乐天咧广告，还是布袋戏的口碑迄款感觉，规个台湾味的气口拢有出来。其实这个记者就是甲咱顶礼拜迄个录过说过啦，金闪闪、东坏坏，迄是同一个记者。即马各大的台语新闻看起来，台视、华视、台语台，我感觉这个记者我上爱听伊报新闻。所以我改翻译做迄什么writhing and flailing， 我感觉这那像是动物要死去迄个。你是讲滚轮转滚这个词对吧？嘿对滚轮转滚，就是你讲是一个动物要死去的动作。对，可能是安尼就 writhing and flailing 嘿。这个滚轮转滚若是要讲你所讲的这个情景，台语内底有另外一个定定用到的词，叫做滚量。就是比如讲，賊仔互警察掠着啦，还是你掠着一只姜仔，掠着一只动物，安尼滚量，安尼一直踢，一直滚，嘿。嘛是有滚这字伫内底。滚只是毋是 boil 的意思。对啦，滚水啦嘿，水兄甲滚啦，你伫涂骹一直滚，这听起来拢是滚，毋过哪像无共意思。因为其实英语内底我嘛会讲，你讲两个意思，即个是 boil 嘛，即个是 roll。其实阮较常讲的是rolling boil，有即个词啦。伫英语内底即两字的意思，同款夹做伙对rolling boil。对。所以你听滚轮转滚，其实这几个字拢有 rolling 的意思伫内底。滚就是安尼嘛，轮就是古早有石轮摕来甲你的切还是刀甲伊轮过，轮互喙齿，轮互变粉安尼。嘛是另外一种 roll。转就是安尼嘛，安尼叫做转。所以这几个字拢有 turn 还是 twist 的意思伫内底。滚轮转滚。另外上尾还佫有一个词。你若是要讲一出戏的剧情足精彩的，你可能会讲伊爱恨情仇伫咧滚甲搭甜。抢拄抢你是讲啥？抢拄抢，我讲啥物？He happened to，he happened to catch it。若是讲咧摄影，我咧讲 catch on video，catch on film，因为那可能是 catch 本身就有无遐尔简单，毋是定定拄着的意思，才会讲 catch。对。即个青狂咧。青狂，我找的词典，迄意思，那就是violent，还是easily annoyed，所以我讲 get riled up 嘛是我
甲你一直弄着你啊，你就哦， riled up。你就生气啊，你就歹性地。哦，对对对。迄报道内底讲，即两尾蛇战甲遐青光啊，其实啊，伊英语翻译就是啊，啥那即两尾蛇遮尔歹性地，遮真啊，较袂着就拍起来，就是因为因即个生团的季节到啊。好，刷落来，咱看地球内底物件，看煞，咱换来外太空的角度，搁转来看地球。这是阿勇出的题。好，来，Have you ever wanted to travel to the edge of space? 你敢捌想讲要来地球较外口的太空圏遐行行咧？ But you don't trust explosive rocket technology? 煞想讲迄火箭的科技是会爆的物件，较袂妥当。Well, you're in luck. 打你出运啊！ A new startup called Space Perspective 一间新起股的公司叫做太空观点， wants to take a lot of your money 要甲你扣足侪钱， and send you toward the stars in a big old balloon. 互你坐大大粒的鸡龟，送你上天较活青。 The company's Spaceship Neptune capsules 因的太空船海王星号 will be packed with paying customers 会载规船纳钱的人客， and then carried aloft to a height of approximately 100,000 feet. 浮起你到10万英尺的高度。 And 2 hours will be spent ascending to the intended altitude, 浮到遐悬爱2点钟， and then another 2 hours will be spent returning to Earth. 沉落来地球嘛，搁2点钟。 A window of 2 hours in between ascent and descent 浮沉之间因浪2点钟， will offer travelers some truly breathtaking views of their home planet. 互你好好啊欣赏咱即粒地球，保证水甲互你看一个袂记你喘气。 Tickets will cost around $125,000, but flights won't begin for a few years. 一张票差不多美金12.5万，毋过爱搁等几年啊。我拄则讲即个太空舰，安尼你敢听有？嘿，因为有目镜吼，海镜，对，其实足侪即款钱啦，大碗搁满钱，即个钱就是即个碗上边啊一箍或者钱啊，又搁有目钱，海有海钱，乌有乌钱，倒嘛有倒钱，所以其实讲台语内底用着遮侪钱有关系的词，所以我头一遍讲太空钱，你可能听无啊，其实听惯是有海钱、碗钱、目钱啊，太空自然嘛有太空钱。所以这是 Edge of Space 嘛，你敢知影迄个 space？真正的即个定义是安那算？我敢若知影讲地球甲太空之间无一条足明足自然的界线啦，所以实在讲，到底是定伫倒位，还是人的科学家来去定？定伫倒位，我较无清楚。我听过是离涂骹超过100公里，超过100公里才会叫做太空，100公里以下就是迄个 atmosphere 迄个大气大气无毋对，100公里听起来无偌远呢，100公里就先得大饭尔。敢是也无你去啊？所以迄个太空舰应该是讲差不多，即个拄啊好迄个100公里的迄个altitude。论真讲，你爱讲的是海拔啦，因为你高度看你徛伫倒位，你若是徛伫山顶，咧算迄个高度，甲你徛伫海边所算海墘所算出来迄个高度，就是无共。所以你爱特别注明讲海拔，就是自海面算起嚟的高度，安尼较科学较准。OK， 海拔，所以这是英语的sea level，we altitude 是 we from sea level，from sea level。所来即点我头一版的翻译，我甲伊翻做啥物？就是即个 Big Old Balloon， 互你，我头一版翻译我讲，互你坐一粒古早味的大粒鸡龟，用看讲安尼毋对。对，因为其实即个 Big O 啥物物件，其实敢若是足大尔意思，无。对，虽然讲是 Big Old Balloon， 毋过伫英语内底讲 Big O， 伊其实并无老的意思伫内底。英语哪会遮奇怪？啥物若有啥物较大的物件，你就会讲迄是啥物 Big Old 啥物物件，比如讲这是一个 Big Old House 安尼，还是我要食一个
big old piece of pie。吼，毋是讲你要食古早味的大块派，毋是毋是毋是，哦，所以 big old 派就是一块大大块的派。嘿，对对对。好啊，有一个我想要问较清楚啦，因为迄个扣钱甲纳钱，吼，即两个是差点怎？扣甲纳就是，比如讲我是政府，我来扣税，你就纳税。哦，OK，我甲你扣税，我甲你扣钱是你钱互我，啊，我若纳钱互你是我钱互你，安尼。OK，所以扣钱是 charge 嘛？嘿，扣钱是 charge，啊，纳钱就是 pay。OK。即马是大家受到华语影响较侪，即马少年人大部分拢会甲你讲收钱甲交钱，啊，这就听起来足无台语气的哦。较古早味、较台语气的讲法是扣钱甲纳钱。咱像你若听古早念歌、劝世歌，伊上起头就安尼来唱，我来念歌就互恁听啊！伊无要扣钱也免着惊伊，嘿，这就是有历史吼，有即个台湾味伫内底。我唱歌袂歹。好啊，即个上尾即个breathtaking 即个动作啊，哪会变遮尔长的台语啦？因为即马伫台语甲英语之间互相的翻译交流吼，也无遐尼顺畅，也无遐尼接来做，所以你若特别要甲英语内底一个讲法变做台语，可能就拖甲遮尔长。但是我拄则讲迄什物东海滚高粱，天地昏暗一个无讲，嘛是讲台语短短啊几字啊，走去英语就嘛是变足长。嘿，啊，共款即个现象 breathtaking 因啊你英语念起来三个音节尔，啊，走入来台语我就变做是讲，互你水甲互你看一个袂记你喘气。所以若是台英之间的翻译变做愈来愈顺畅，可能咱就会发明一个新的词专门来对应。其实我看因为这其实讲要讲意思的一个词，可能大家毋知影，因为原来这个词就是 awesome。啊，大家知影即摆 awesome 的意思。即摆大家用 awesome 的意思 ，I just watched the movie. That movie was awesome. 因为甲即个 awesome， 伊敢毋是，就是夭寿赞的意思。其实毋是啊，即摆大家拢会安尼用，源头即个意思就是 awe inspiring 吼，啊，就是较早即个词拢是咧讲上帝吼，拢是咧讲上帝，因为上帝互人迄个就是上帝威严啊，互你尊重，而且佫有淡薄仔惊的意思伫内底。吼啊，所以若是要讲即个 awesome 上原早的意思，可能伫台语内底上界对同的迄个词，我想应该是神威显赫。神威显赫哦，对，神威显赫。啊，毋过你伫咱拄则的新闻报道内底，你无可能讲你徛伫外太空看你的地球，感觉伊神威显赫，安尼嘛无啥对啦吼。所以伫遮互你水甲互你看一个，袂记你喘气。我感觉是袂歹啦。你安尼讲互阿公阿妈听，伊绝对听有。好，安尼就结束听。对，好，今即礼拜就到遮。If you enjoyed watching this episode of Indai Express， 会记得支赞、订阅、高分享哦。And if you have any suggestions for news that you'd like to see us translate， 免细字做你伫下骹留话甲阮讲。再会。See you next time.